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12月1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7篇，以赛亚书第26章第7节到15节，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悔改。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更新，这是基督徒生命所应当要有的一个改变，或是说特质。也因为领受的圣灵同在的恩典，生命就被改变了。而生命改变的前提，就是需要先回转向上帝。这个回转呢，就是从认罪悔改而来。在有关这个部分呢，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犹太的祭司、经学士以及某些富有的人们，他们所缺乏的。在这种不愿意认罪悔改，并且并不是他们的专利啦，也可能是存在你我当中的某一些人之间，或者我们对于某些事情是过分的坚持。在代降节第2主日的经文，我们引用了以赛亚书第40章的经文，谈到了预备主的道路，要认罪悔改，这就是最好的预备。如同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到第6节所说的，施洗约翰说，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这样开始的。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书上记载，上帝说，看吧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，他要做你的前驱，为你开路。在旷野有人呼喊，为主准备他的道路，修直他要走的路径。果然，约翰在旷野出现，为人施洗，并且宣讲，你们要悔改，接受洗礼，上帝就赦免你们的罪。群众从犹太各地和全耶路撒冷来到约翰的跟前，他们承认自己的罪。约翰就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洗，透过洗礼，基督徒的罪就得到赦免，并且能够引导人来进入救恩。施洗约翰说，将来会有一位用圣灵来施洗，他所预言的就是耶稣基督。圣经记载说，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腰间系着皮带，吃的是蝗虫和野蜜。他宣讲，在我以后来的那一位比我伟大多了，我就是蹲下去替他脱鞋子也不配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先知以赛亚也提醒以色列人要预备自己。以赛亚书26章第7节到15节这样说道，公义的上主啊，你使公平的人走平坦的路，你使正直的人走康庄大道。上主啊，我们等候你，跟从你的旨意。你的名和威望是我们心灵的愿望。在夜间我寻求你，我全心全意地渴望你。当你审判世界的时候，万民就知道什么是正义。
虽然你对那邪恶的人仁慈，他们从来没有学会行善。虽然这是公义之民的土地，他们仍然为非作歹。他们不承认你的伟大。上主啊，你的仇敌不知道你要惩罚他们，让他们因看见你深爱你的子民而惭愧，让他们遭受你早已为他们准备的惩罚。上主啊，求你使我们繁荣，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出于你。上主，我们的上帝啊，我们曾受人管辖，但是只有你是我们的主。他们已经死了，不能复生，因为你惩罚他们，消灭了他们。上主啊，你使我们的国家兴盛，使我们的领土扩展，你的名大得荣耀，无远弗届。以色列人必须要回转，等候上帝，并且跟从上帝的脚步，才能得到上帝所赐下来的救恩。如同15节我们刚读过的先知以赛亚预言所说的，上主啊，你使我们的国家兴盛，使我们的领土扩展，你的名大得荣耀，无远弗届。先知的话，施洗约翰的话，就是要提醒有罪的人，让我们心里感到扎心，透过这样的刺激，能够愿意认罪悔改。新约使徒行传第2章37节到42节，大家听到了这话，觉得很扎心，向彼得和其他的使徒说：弟兄们，我们该做些什么呢？彼得告诉他们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并且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好使你们的罪得赦免，你们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灵。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所有我们主上帝所呼召的人，就是你们的儿女和一切在远方的人。彼得又用许多话向他们做见证，劝勉他们说：你们要就自己脱离那些邪恶的人所要遭受的惩罚。许多人领受了他的信息，并且接受了洗礼。那一天，信徒约增加了3000人。他们专心地向使徒们领教，参加团契生活，分享爱宴，一起祷告。彼得在圣灵充满之后，他就开始勇敢地传福音。他呼吁每一个人都要悔改，并且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够得到罪的赦免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都是这样子，生命得到改变，就得到众人和上帝的喜悦，门徒也就增加了3000人。诗篇27篇颂赞的祷告：上主是我的亮光，我的拯救，你还怕谁呢？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，有好畏惧的呢？作恶的人攻击我，仇敌杀害我的时候，他们都半跌扑倒。纵使大军围困我，我也不害怕。纵使仇敌袭击我，我仍然要信靠上帝。我向上主求一件事，只有这一件事是我的期望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上主的家中，在殿宇里面瞻仰他的美善，寻求他的引导，
我遭遇患难的时候，他庇护我，他使我在他的圣幕里得到平安，把我安置在稳固的磐石上。因此，我要胜过周围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圣殿里欢呼献祭，我要歌唱赞美上主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呼求，求你怜悯我，应答我。你对我说，到我这里来。上主啊，我正要寻求你，求你不要躲开不理我，求你不要发怒赶走你的仆人。你一直是我的帮助，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不要离弃我。就是我的父母离弃我，上主也要看顾我。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该走的道路，仇敌窥视我，求你引导我走平坦的道路。他们用谎言攻击我，恐吓我，求你别让我落在他们手中。我相信在有生之日，我会遇见上帝的美善。要信靠上主，要坚强壮胆，要信靠上主。感谢主赐下赦免之恩，求主帮助我们有认罪悔改的心志，使我们的生命得到美好的见证，影响更多的人愿意来亲近上帝，领受救恩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